进到最后一位喽，我们欢迎今天第7号参赛者，也是最后1号的参赛者李若慈。我相信各位大家都知道若慈，她的爸爸妈妈杜美香阿姨，还有李家辉。那她的2号爸爸、2号妈妈哈，我们也知道是某个阿姨，还有家峰叔叔哈。 Kawaitan layama pula, aku ngatan di sakenge, aku cawi tapulu katu sepa cawi, aku kina di makai, aku kama di dakano, aku umang ngatan di dakate, malima layama pula。一气呵成，不错。才艺部分 sing song 就是什么奶，就是唱歌。 谢谢若慈。啦啦咿哟啊咿咿啦，啊咿那呢呢呢哩的的啦的努啦，哩哩那呢啦，啊啦咿咿哟啊咿那那呢啦啊呜哩那。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歌曲是台湾组的歌曲吗？对，歌名是，我忘记了。他的歌名是我忘记了 ，I forget。不应该问说歌名是什么。对，他说我扣分，你再想一下歌名是什么？好，我忘记了，忘记了就算了。原来歌名叫做我忘记了，是的哈。不错嘛，我们台湾组有歌名叫我忘记了。对啊，我觉得不错了。这个是哪一边？是我们这边。 可能是那个，对，南海牡丹那边的，或是旭海那边的啦。哦，因为丽玲阿姨刚刚一直这样子，哎，那好像是我们的歌。对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机智问答。就是在给帅哥开头耶，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好。 请问安坡村的原住民语怎么讲？顶了乐板。再念一次，再念一次。顶了乐板。答案对不对？答案对了。给他掌声。点了板哈。还没有。没有结束。你以为哦？好，好了，你可以结束了。评审有没有对他有意？哦，好 ，OK， 在这个部分